主期盼透過簡單線條、具藝術本質嘅家具設計，替佢哋設計咗一個充滿溫度、故事，並且醞釀自身品味嘅日常居家。大門右邊配搭兼具展示同埋鞋櫃嘅機能，滿足日常鞋嘅收納。採用底部懸空嘅懸浮櫃體，減少櫃體嘅壓迫感。再配搭由底部往下打嘅柔和光源，創造出更有質感嘅空間氣氛，同時亦都令櫃體睇起嚟更加輕盈。再利用線板同埋黑色圓門柄，令一片白中大有變化。北歐風睡房入邊整合收納同埋睡眠空間，以崇白為空間基底，喺明亮採光嘅之下，帶一啲黑色嘅元素，令崇式清新空間略帶個性，同時賦予好清潔嘅使用機能。仲有另外打造咗一間衣帽間，滿足屋主收納同埋展示服裝配件，提高尺數嘅設計手法，體現機能同埋美感兼備嘅北歐核心思維。設計師巧妙地運用空間本身嘅轉角牆面作為展示櫃體，為空間帶嚟一啲焦點，令空間層次更加分明。白色廚房已經成為乾淨、清爽同埋現代風格屋主嘅熱門選擇。白色廚房嘅多元性同埋美觀度，使其成為各種類廚房風格嘅絕佳選擇。白色廚房外觀乾淨利落，對於要打造現代時尚空間嘅屋主嚟講，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選擇。純白色嘅色調清新又明亮，能夠瞬間提升廚房嘅美感。設計師以黑白磚組合，為屋主打造了帶出活潑趣味嘅質感，而且實用嘅廚房。個性大方嘅女屋主好鍾意落廚，廚房就係佢嘅天下。然後迎面而來嘅係大片白色主牆，完全展現女屋主嘅特質。普通浴室嘅鏡通常都係同洗手台嘅尺寸互相呼應，限制咗放大浴室嘅視覺可能。針對尺數唔大或者想擴增浴室視覺嘅空間，設計師巧妙咁樣將鏡面嘅尺寸放大，唔受洗手台嘅闊度限制，延伸至馬桶上邊。呢一種放大鏡面嘅諗法，唔單止營造出寬敞開放嘅感覺，鏡面入邊如果增添一啲儲物功能，收納容量將會同時倍增。瓷磚同埋塗料為北歐風浴室設計中常見嘅建材，瓷磚選擇眾多，無論係六角磚定係復古花磚所呈現嘅視覺都有唔同嘅樣貌。依據整體自身風格去挑選，以視覺心理嚟講，會產生寬敞整潔嘅感受，相當適合尺數較細嘅浴室選擇。